后来乡亲啊，目一个年5日节就要到了，婚姻关的农会为了要推广在地黄金米，这个5日节拢会用黄金米落白粽来卖。因为原料是在地，加上是农会员工家己落白粽，甲这个成本压到上低，所以一粒粽才卖25块。无怪真抢市，一个开放注文，大家是烧钱抢。农会员工赶工包肉粽，准备黄金米、三层仔肉、土豆、香菇、红葱头、甲虾仁做馅料，这食材拢是分林在地农产。比较传统，像古早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嬷因咧bak的传统的方式。去年一粒卖25块，今年原物料起10%，但是农会是家己员工包粽，省人事成本，所以比较去年一粒是同款卖25，开卖点半钟就已经接到3万粒的订单。阮最主要就是要卖肉粽来趁钱，是要促销着阮西里镇农的黄金米。比较着农会肉粽，西里当地嘛有咧卖一粒25块的肉粽，不过因的特色就是因的酱汁。西螺特有的特色，它会沾米浆。因的馅料是包三层仔肉、土豆甲葱仔酥，平常是包100粒，不过这个5日节投入大量的人力制作，会当卖到上千粒的。离5日节还阁有1个月，肉粽市场已经开始烧热啊。